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摇，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犹原是路雨你行线陪你行，想都是行到天，两人相爱。情海是多变化，目屎像雨声。流浪江有卡纸，无嘛自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情纸，你若无心嘛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歌头是阮的孤单。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唱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都是阮的孤单。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谢谢吕平奎、邵宇、黄立强。我们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今天这样的主题，我觉得太棒了，因为我看到了太多音乐的可能。因为，如果说个人只有主角在唱的时候，其实都比较自私一点。那今天我觉得这样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个平奎开始哈，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专业，你们三位都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，然后你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、歌唱老师，所以你在唱歌上面其实对你来讲不是问题。然后你在于音色上面，真的你的声音很亮，你可以做很多的可能，但今天唯一可惜的是，你只有做一种可能，你没有做你的声音可以做到的很多的可能，因为你一直都在某一个部位里面再去唱这样的歌，可能是你紧张，还是可能不习惯这样的舞台，但是我会觉得说，其实你是歌唱老师，你应该很适应任何的舞台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，所有的歌手都一样，任何的舞台你麦克风一拿起来都要一样，这样才是对的。像你今天的整个感觉就是在一个你自己的想象里面，也许是紧张吧，我刚刚讲的。那你的麦克风的使用上面，因为你的音量从头到尾都一样，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变，这样听起来感觉情绪是一样的，它就没有起伏，没有张力。我觉得你们下次的组合再去做一些调整，我就会更棒。好的，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看到你们这样的表演。谢谢老师。我们来期待下一个老师要说的。请他长话短说，许常德老师。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设计啊，基本上是让我们注意到你就是一个歌唱老师，所以你端出来的菜呢，就是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组合，啊，就是跟其他的队友不一样，其他有人要模仿别人，其他可能要抄原名的音乐，你就是完全 focus 在你的音乐资源上面啊。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是你唯一要调整的就是你忘记你自己是主角。你要让这两位为你服务，啊，你要让他们呢，就是如果要做出层次第一层有这样的一个很炫的灯，你看第一个在很炫的地方，第三你只要负责一部分就好了，
但是其他2部分还是要以你为主，啊，来帮你衬托。我觉得今天就这个部分有问题啊。